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这个会议临时取消，就去 Mavis 咖啡坐，有闲来开讲。要毋过你认真无用，无要紧，只是甲你讲者。喂，莫友好，我即马有闲，你敢要讲？好，你等我10分钟，我睡觉。等你去。加油，多谢。你这间店开偌久啊7年外。哦，7年外，嘛有一段时间啊。要毋过即马店会当开遮久，应该真无简单吼。我这边足够济。因为即马嘉宾客拢会在装潢佮有主题方面开精神，你敢有考虑过？我这装潢袂歹啊，我不哩介意。而且我这边上厉害的是咖啡，就是为着要甲装潢甲真水的店无共款。安尼你敢有想过？凡说咱两个合作，因为我有一个网络红人做直播的，伊本身就咧做咖啡厅评论。凡说找一天，我愿意甲伊带来遮做直播，你会合作看觅？免啊，我无介意甲人比较。毋是啊，你，歹势，互你等遮尔久。袂啦，拄好，嘛甲交换讲者，咱坐遐啦，啊？来，坐遮。你要啉啥？我替你点。毋免，交换知我爱啉啥。啊，伊知影。我哪拢毋知影。我逐工拢来遮啉咖啡，伊知我爱啉啥真正常啊。嘛对啦。要毋过老实讲，我感觉伊甲我当作敌人呢。敢咩？我头一摆听讲交换甲谁当作敌人，是你想伤济啊。来，你的最爱。多谢。伊拄则讲最爱。对啊。我知影，我的意思是，什么是最爱？最爱就是最爱。文琪，我拄好有代志要出去，恁若要走，若是我还袂转来，你会记得替我锁门。你这毋是有一个阁少年、阁高水、阁活泼的妹妹伫替你顾店？退伍要准备考试，我叫伊去补习班上课，莫伫遮顾店。你知影优美的锁匙伫倒位吼？知影啦。好，先来行，拜拜。拜。
你知影伊锁匙囥咧倒？敢讲你嘛知影伊住咧倒？知影？伊住伫隔壁厅楼顶。安尼，敢讲伊嘛知影你住咧倒？知影？连我这个男朋友拢毋知影你住咧倒，实在我都无食醋。即件代志讲起来有淡薄好笑。进前，阮兜的人一直逼我结婚，逼到我挡袂牢啊，就请阿皮斗3工找交还来应我的男朋友，不要参加家庭主餐。为着惊避坑，我阁甲伊事先做足侪功课，互相了解背景，所以我真侪代志伊知影，伊真侪代志我嘛知影。我知影。你敢袂感觉即件代志真奇怪？袂啊，我感觉这较亲像是人际关系压力所产生的商业模式，所以较亲像是租车或者是租男朋友概念，对吧？所有知影即件代志的人，拢讲我伤憨果啊！原来只有你了解我。咱就是同一款人啊，安尼后来呢，代志安怎发展？后来当然是避坑啊。杨哥嘛因为安尼，我甲交环都变做真好的朋友，所以退缩甲鼻天的门嘛无啥啦。哦，是讲你什么时阵要带我去家庭聚餐？哈？文琪，我想咱嘛交往一阵啊。其实我嘛真清楚，你有淡薄仔跟我保持距离。卡叔，我是讲卡叔哦。卡叔，你真是无介意我，你会直接甲我讲。我的个性是迄种做袂到，嘛袂勉强的。既然咱拢是甲结婚当作目标在交往，你敢无感觉双方父母见面肯定咱的关系，这件代志真重要？嘛对吼，安尼我才等去安排看卖。我嘛安排看卖。阮兜其实真简单，就我甲阮妈两个人。平常时阮妈真正足无闲的，连我这个做后生要记拢无啥简单。伊什么时阵有闲？我想起来，伊也无。等下，我进度嘛毋是安尼啊。我是讲，要记你妈当然 OK， 也毋过你爱我时间先准备啊。嘛对啦。无安尼啦。我嘛提早甲伊约时间，约好马上甲你讲。你免烦恼，阮妈一定会足介意你的，而且伊人足好的，你嘛免有压力啊。多谢。悠然啊，你工课遮尔无闲，搁专工来接我。真是足歹势。免客气啦，我拄好有闲。药啊，甲回诊的单就放在遮。爱记个医生讲的，莫食咸的物件。爱记个后礼拜爱去病院看检查结果。好，我知影。今仔日耽误你遮尔久，紧转去啦，哈。好，免客气啦，我等回诊回来才走。心灵茶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其实想想的，慧敏因爸进前对你的态度，你拢无计较。今仔阁愿意甲慧敏斗3工，我真是感觉足见笑的。代志拢已经发生啊。你即马是慧敏的真心的外靠，莫想这，紧甲身体养好，安尼慧敏嘛会当安心处理阿爸官司的代志。较早渡过难关，恁就会当较早团圆。妈，我转来啊。慧敏，转来啊。啥款？你讲了啥款？恁爸
敢会当交保啊？已经提出申请啊。律师讲侦查已经差不多啊，即马就等检察官做决定。妈，你毋免烦恼啦，律师的看法真乐观呢。对啦，你今日去看病，医生安怎讲哈？无代志，只是感冒，休困几工就好啊。我无代志。妈，你敢要先入去休困啊？好，我先入去房间休困者，你陪友莲开讲。暗，好好休困。好。安怎？是毋是律师阁有甲你讲啥？律师讲，敢会当甲王太太迄边和解，会直接影响到检察官最后的判决。若是无法度和解，阮爸的刑责就较重。你是毋是阁想要去找王太太讲？要啊，毋但是为着要减轻阮爸的刑责，对道德来讲，妈会互即件代志一个交代啊。好。你看，当时要去，我陪你去。有莲，若是有我伫了，万一恁讲了无顺利，至少我会斗相共。我无希望你受伤。多谢你。差不多啊，我要来等啊。我送你啦。对啦，我想要找一个人来照顾阮妈。我会记得恁兜之前有请一位林阿姨。人袂歹，做代志嘛足骨力的。你敢袂去替我联络去？恁阿姨敢若是阿嬷找来，我等去问阿嬷才甲你讲。啊，歹势呢，一直麻烦你。有啥物通歹势？问电话尔。等我的消息啦。再见咯。再见。阿嬷，有莲啊，你转来啊？食饱未？哦，我在公司附近食过。啊，好。友莲，食水果。好，我先去你外甥。好。妈，来食水果。好。阿嬷，之前在咱兜斗相共的林阿姨，你敢有伊的联络方式？有啊，你找要创啥？回民因兜想要找林阿姨去斗相共。回民因兜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回民因妈身体无啥好，伊阁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所以想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照顾因妈。哦，好啦啊！好啊，阿嬷弹起你的手机啊！哦，有啊，好，多谢阿嬷，安尼我先去哩。好。奇怪呢，这两个即摆是什么状况啊？敢会阁斗阵啊？妈，慧敏即摆厝内有困难，我想友莲应该是用朋友的身份伫斗相共。斗相共是无要紧啦，我是因为惊斗相共，两个阁孤甜啊。若阮这个大孙要娶某，我这做阿嬷是上介欢喜的啦。也毋过若是要甲饲家结亲情，迄着毋免啦。妈，即摆情势无共款啊，饲家拄着遐尼大的打击，我想应该是会较受啦。哎哟，无可能啦！迄个饲国乡的个性四支钉啊顶条条啦，袂改啦。我会遮尔反对就是因为因兜伫舞政治的啦。你若讲结亲情，双方面若是有啥物无欢喜，私底下安尼冤冤的就准拄数啊！也毋过你若去惹着政治的代志啥物真实的啦、假的啦、黑的啦、白的啦，拢总话来，安尼日子要安怎会平静啦？
代志还未行到迄个地步，咱再搁看卖啦。已经遮尔那明显，搁爱看卖哦。袂用啦，我看吼，我着要紧想一个办法阻止伊，啊若无吼，两个真是搁斗阵啦。文琪姐，你有伫无？文琪姐，你有伫无？文琪姐，你哪会回来，搁要走啊？啊，我雄感觉喙有淡薄仔干，想要落去买啉的。啊，免啦，我拢买好啊，伫遮。呀，开门啦！开门啊！哦，好。我要足济呢。好啉。你搁遮尔少岁，啉酒无好啦。我已经22岁啊，来，敬你。好，刷落来要安怎做？哈？啊？什么哈？你毋是答应我要替我约交欢喜啊？我是讲，你直接甲伊表白上紧，无伊袂接受你，你有啥物保拢无效啊？袂用，这我嘛知影啊。我就是惊直接甲伊表白，伊拒绝我，安尼我毋是足见笑的。若无你着先甲家己管好罪，然后甲伊表白，真心了后，就当做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这步会用的呢？归去甲交欢喜嘛管好罪，安尼伊就袂拒绝我的表白啦。哈？所以方法就是找一天约交欢喜啉酒，甲我甲伊拢管好罪，然后甲伊表白，伊答应我，成功！你真正是天才呢！好，就安尼。交换的酒量比我较好，你这个查某鬼啊，会当家己管酒醉，才奇怪。喂，约好啊，明仔载暗时甲阮妈食饭。明仔暗时，你毋是讲要花时间准备？无法度啊，以后2早起要出国，一出去就是1个月。我甲伊讲你的代志，伊嘛真期待，甲你见面。要毋过我，你放心，袂问题啦。就安尼讲定后，明仔下晡我去接你。恁男朋友又搁约你啊？这届你无拒绝伊啊？阮公司有急事，我会赶去处理。我陪你讲啊，啉到这啉。咱才拄开始啉呢。我爱出门，我真是袂赴啊！歹势，拜。我哎呀啦！喂，阿平，今日状况8点前后，Mavis 咖啡见。我唔管啦，我来变天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容颜下。阿平到底爱偌久才会到？你敢要敲电话催伊啊？毋是啊，你3分钟前才叫我打电话催伊，迄时阵伊咧停车。停车3分钟哦。来啊啦！大小姐，我才拄结束1礼拜暗时快活的生活，才拄开始想要困。你敢一定爱？即摆打电话互我。无友好，爱我甲伊妈见面。无友好伊。啊？真是哦。真是嘞。冰咖啡愈甜愈好，水来。来，足甜的冰咖啡甲水啊！再来。坐落来，做伙讨论一下啊。陈文琪，
咱女交往早晚爱见双方家长啊。恁遮紧就要见面，代表恁进行足顺利的，至少证明佑豪对你是认真啊。问题是，我还未准备好啊。佑豪讲这次食饭叫我压力莫伤大，嫌我心内就是真不安呐。安尼我问你，你咧？你对佑豪敢是认真的？是啊。干嘛呢？对。安尼就好啊！你就大大方方去啊！你惊啥？你条件遮尔好。我就是惊。歹势，我只是唔知影陈文琪嘛会烦恼家己互气嫌。我毋是惊互气嫌，我是惊我会气嫌佑豪。伊即马伫我心内有80分，我惊我见着伊骂了，伊会变无格格。哇，80分呢！我拢唔知影伊有遮尔好。你是捌啥？伊甲我同款重视工课，做代志真认真，性格好，袂伤济。而且我反对伊的意见，伊嘛从来袂生气。你敢有感觉听起来较像咧紧工课共伴，无是另外一半？紧工课共伴，甲找另外一半，拢爱个性的下，敢毋是？而且我甲伊讲真情，找另外男朋友，伊讲伊会当了解我的苦衷。你为什么甲咱的代志甲伊讲啊？是安怎？这有啥袂当讲的？毋是啊，这应该是咱的秘密啊。切，阮全家拢知算什么秘密啦？对啊，伊也毋是恁亲人，你甲伊讲这创啥？为啥这袂当讲啊？好，恁两个袂合，袂当互相做另外一半，我了解。陈文琪，你拄则讲的我有淡薄听无？你讲你惊见着魔友互因骂了后，伊会变无及格。为什么？因为魔友豪是单亲家庭，伊阁是因兜唯一的囡仔。And then？ So， 单亲妈妈想要控制高囝的欲望是足强的。安尼最后上大的问题就会出现伫友豪的头前，伊选择。譬如讲，跋落水了是先救啊，还是先救因妈？因妈敢袂晓抽水？来笑，这有啥物好笑的？好，我的比喻可能有较含糊，也毋过这是阮行到未来一定会面对的问题啊。说起，这个问题跟我完全无关系，我就唔敢讨论啊。刚才我会晓羞耻。毋是，你烦恼的嘛毋是完全无道理。对无？为好的方面想，较早发现、较早治疗是良性的 ，OK， 是恶性的，趁早甲伊加掉，切掉。你知我意思吧？对，所以明仔载甲因妈见面，若是因妈甲我面试，嘛是我甲因妈面试。对。讲了对。你等下，车过来哦。你敢会用的？会用啊，飞伫早晚拢爱面对啊。你好，王太太，你退学落水的机票我已经收到啊。既然已经收到啊，啥拢过要来？我是诚心希望会用甲你讲和解。无想要头先讲的啦，我要做生理啊，才会离开。我真是足有心意的，你有啥物条件，你拢会用讲。我的条件真简单，就是你甲阮仔还我。王太太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一定会用上大的诚意来弥补。迄张机票你若是感觉无够，咱会用搁讨论看卖啊。钱，你开嘴合嘴拢是钱。即马是有钱，真了不起心。有钱就当太老心。我甲你讲，我就是要看到市光向坐假。
我要看到迄个杀人凶手，得就报伊。林总，有啥物代志？快伊讲！王太太，我徛喺遐创啥？唔走是嘛？出去啊！你莫甲我的所在抹垃圾啦！较冷静诶，有话好好讲，无选头讲别起骹动手啦！出去啊！你若要跪，甲我出去跪！莫伫我的面头前假善假答。你讲的无毋对，阮爸弄着人是阮的毋对。啊，毋过王太太，我来毋是要替阮爸脱罪，我是真心想要弥补，请你原谅。弥补？你用搁较济臭钱，也无可能将阮爱死嘛活倒转来。我甲你讲，我无要和解，我就是要看到七股乡去怪到死。唔走是，讲唔走，你走啊！王太太，你若无要走，我叫警察。行。真是的，今日来叫了你啊！我会过来求你原谅的。行啦。好，假使你查到啥物，随时甲我讲。拜拜。我找到这书，你试看卖。等下甲等的衫挂起来，互冷气吹2点钟，应该就打。多谢你。对啦，我拄则有甲吴律师联络，我请伊去调查王家的背景。你查这要创啥？王太太即马对你这么无了解，你找伊搁较侪解，伊的态度嘛袂改变。和解这种代志，上好还是找人来讲。所以我咧想，咱会找王太太的亲情、时代或者是朋友做伙参详，无咧靠会较好讲。我哪拢无想到这点。回弟先互吴律师去查看卖，紧甲衫换落来，唔通感冒。多谢。以前拢是你甲我讲多谢，想袂到这阵啊，变做我哭哭讲。安尼就莫阁说多谢。你敢要啉咖啡？我替你去泡。慧敏，你敢换好啊？慧，沸腾的水，懵懂了
片田野，绿叶和蓝天，再一次相互而又没想过分别。一杯咖啡时间，听歌在淌的泪，在奇迹到轮回，让沸腾的心不会凉。那一杯咖啡和雨水，寄托多少的过往？那咖啡香随你飘向了远方。等下，你毋是讲要甲你妈食饭，哪会来交还食？哦，我甲交还订一粒鸡卵糕，顺续过来摕啊。为啥要订鸡卵糕？老实甲你讲，今仔日是阮妈生日。今仔日是你妈生日，你哪毋较早讲？我啥物拢无传呢？即马去买应该也会货，今仔去百货公司。等下，你先莫紧张啦。你讲毋捌阮妈，假使你开时间去准备，到时阵伊无介意，毋是无彩工。免烦恼啦，我中昼的时阵半工去买礼物，等下就讲你准备的。安怎？你无欢喜哦？毋是，我想意外，我无拄过一个查甫囡仔像你这么大心，这么替人设想。毋知影谭小姐这是学老还是？当然是学老啊。拍摄，借过来哈。哇，今日包场呢？哇塞！嗨，嗨，迄个今日店内足热嘞。哦，对啊，佩武讲伊要甲同学办啥物生日 party。哦，对了，你是要来摕鸡卵糕的吼？对，伫后壁等我一下。好，多谢。哇塞！哇！佩武要办 party，刚讲。舅母啊，来呀！来，酒杯了有够无？放心，绝对有够难啉。赞啦！对了，佩武，你这打米酒你要创啥？米酒全部倒入去啊！倒入去，拢倒入去，拢倒入去。来 OK。文琪姐，你嘛来哦？你嘛有敢要跟阮做伙食好料的？哦，唔免，我跟我男朋友约好。哦，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佩武，你来看一下这摆安怎放？哦，这哦，来，一人两个，来放遮。来，安怎？你传这么济酒，敢讲是要？多谢你给我的建议，我今仔日就要执行迄个计划。所以你真是拍算，甲家己管好罪，甲交还管好罪，然后了表白，然后了安怎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多谢你给我的建议，我今日就要执行迄个计划。所以你真是拍算，甲家己管好罪，甲交还管好罪，然后了表白，然后了安怎？我歹势甲你讲了安怎啦？我感觉你无啥好，你还想清楚。敢毋是你甲我讲爱安尼？佩武，你来看一下。哦，安尼可能敢会使？哦，安尼。好啊，安尼恁顺行。交还多谢。别了。你先去洗车，我甲交还讲两句，随过去。哦，好。安怎？什么代志？迄个你今日暗时莫啉伤甜酒。我啉酒创啥？这 party 也毋是我办的。搁有奇怪呢，你毋烦恼你要去见未来的大家，你烦恼我会啉酒，安尼敢对啊？我即嘛
唔知要怎甲你解释嘛，无时间甲你解释。怀疑也唔管怎，你做任何代志之前一定要冷静，爱想好清楚，千万莫匆忙。妈，来呀！哎呦，这久无看，就想你的，哎呀，就想你，就想你。哇，妈，我甲你介绍，伊是文琪。暗好哎，拜托，你莫叫我阿姆，叫我 Doris 就好。 ，Doris 你好。哎，Doris，哎呦，哎，真水耶！多谢。哎，走。来。拄则搁伫咧烦恼，像安尼无透透，看来我想伤济啊。歹势，迄个鸡面糕替阮摕去冰者啊，多谢。Doris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哎呦，头一个见面就互你送礼物，足歹势呢。多谢哦，免客气，我敢会拍开。当然呀。你送的啊？你哪知影？哎呀，这头一个见面，讲白菜就互许多人争着。昨我才伫咧脸书讲，这组破脸足好看的，今仔日就收到礼物啦。啊，文琪还无做我的连友。无多，阮妈伊伤巧啊啦。啊，无要紧啦，头一个见面就收你的礼物，我嘛会足歹势。要毋过我饲30几年，收伊这礼物吼，拄好尔啦。对。啊，为着省时间吼，我菜都点好啊。2支开、4支开、无开，还佫有青菜，我全部拢点啊。哇！等下就拣家己爱食的食，好不好？足好。我就讲啊，阮妈真热情，真好斗阵。Doris， 听讲你明仔载要出国啊？我要家己开车，为大阪安尼慢慢啊顺到北海道，3个月了回来哈。啊，3个月哦？你毋是甲我讲1个月？因为雄雄有新计划啊，而且遐个阿姨、遐个好朋友就讲。既然去遐旅行，当然要了解在地文化，对不？安怎？烦恼看袂到你妈？当然啦，妈，等一年嘛才见几届，若阁继续安尼哦，连你生出啥款，我拢得要袂记你啊。这是有可能的哦。今年年底吼，我打算去韩国一撮，好好美容一下。等我回来，反正你都袂记恁妈进前生做啥款啦。嘛有可能在韩剧才看到你啊。无伊好讲到底，因妈看起来真是真好斗阵。又好，我拄才甲头家讲，互你去酒柜敬一罐酒。哦，你即马去啦，我甲文琪好好讲一下。哦 ，OK， 好，安尼恁先讲啦，哈。好。文琪，我听佑豪讲，恁交往是认真的啊。是。既然安尼，有一寡话我先讲伫咧头前，避免以后有啥物误会。果然，歹听话总是爱先讲清楚。佑豪咧，伊自细汉就独立，毋免我烦恼。即摆伊的工课事业嘛拢经营了足好诶，我嘛管袂着。所以我希望恁做伙了后咧，会当甲我继续维持安尼就好，敢会用 ？Doris， 你的意思是讲，希望大家各人过各人的？
足巧的，一点就通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吼，我有淡薄仔存款，所以未来恁无需要饲我。也毋过共款，恁两个嘛免想要为我遮摕钱，我袂去管恁创啥，甚至恁敢有要结婚，我拢无要紧。也毋过，恁嘛莫来烦我，这款的关系，你敢会当接受？我当然会用的，完全配合你。安尼就好，假使会当维持吼，我相信咱一定会当斗阵了足好诶。干杯，好的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来，我尤佩舞祝大家顺利考调教师资格，干杯！干杯！连总，你别送下，去便送，去便送，这边了，来去便送，来的。袂用的，去较远所在涂。啉伤济啊！头前路边有一个水沟啊，去，倒啊！哇塞，这意大利面真好吃，对吧？你知影这乡村是交还哥哥，交还哥哥，来跟大家啉一杯。交还哥哥，来，替倒酒，来，互交还哥哥一杯。多谢恁甲阮准备这么好吃的意大利面。免客气，多谢大家，嘛祝恁顺利考调，全部考调。顺利，耶！交完哥哥，你安尼袂使啦，配有拢好大，你咪爱好大啊！好大，啉啦！好，我啉。哇！交还哥哥酒呀！来，查甫嘛叫伊一杯，查甫，来，查甫来。来。来，多谢交完哥哥今日的招待。免客气。多谢，来啉一杯。好，我有代志无用，我先去无用，啉。我要叫你一杯，三杯好，三杯，来，交完哥哥。杨佩武，你莫过啉，会拍歹身体。我要啉，三杯。这厉害！交还哥哥。我讲我无爱啉嘛，恁一直管我就是什么意思？我这是交别听，毋是啉酒所在。因为恁包场，我互啉淡薄仔袂要紧，毋过请恁放较尊重的，莫甲遮当做酒吧好无？时间差不多，我要休困了。我讲我要休困啊，听无心？顺从起来，我北京好啊。交还兄，哎呦，足晕的害啊，敢若啉酒醉啊。我淡薄无爽快，交还兄，我先去你房间休困哦。我先去房间坐。我去房间坐。袂用的，你要困，等去恁兜困。你伫创啥？别甲我撒开啦！有配有好啊！我介意你。越南唱厂长遴选评估，
薪水2倍，配一台车，各种的好康，算拢算袂完。你即马甲阿姨遐尼好，你就请阿姨去阿姐遐哦，替我讲一寡好话就好啊。我明仔载就去找冰芳阿姨。你无代志就好，我搁掠准。掠准安怎？掠准我会封管护罪，然后发生关系时，袂就接受表白失败，无就去问伊为啥袂接受你。对阮姊弟的时阵，我就介意你啊。你搁较无应该介意我。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甲恁阿姐害死的凶手，安尼你了解无？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雨停了，小候鸟，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